台湾话芒果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酸呀！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：芒果、瓜果类。叶在小枝上为螺旋排列，嫩时带暗紫色，老则呈暗绿色，长椭圆形或长披针状。圆锥花序顶生，花小型，黄色。果实也叫做赊仔，长椭圆形，熟时黄色，5月下旬开始成熟。有金黄、艾文等品种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